哥林多前書第14章。你哋愛追求愛心，你哋也愛渴慕聖靈嘅恩賜，特別係傳講上帝真道嘅恩賜。佢用屬靈嘅語言講話嘅，唔係對人講話，係對上帝講，因為無人聽得識，佢係通過聖靈嘅能力講奧妙嘅事。仲係傳講上帝真道嘅，係對人講話，來操守、鼓勵、來安慰佢哋。用屬靈嘅語言來講嘅，係操守自家；仲係傳講上帝真道嘅，係操守教會。我希望你哋全部會講屬靈嘅語言，仲係我限卡愛你哋要傳講上帝真道嘅恩賜，因為用屬靈嘅語言講話，會有人翻譯，教會將會得到操守。那無翻譯，傳講上帝真道嘅，就贏過講屬靈語言嘅。兄弟姊妹啊，我希你哋各位嘅事，那只有用屬靈嘅語言講話，無對你哋講上帝嘅啟示、知識、意念，也係教師，對你哋有乜嘅利益呢？連佢哋無生命嘅樂器，唱他嘅也係弦琴，所發出嘅聲，那無高大嘅分配，所盤嘅也係所彈嘅，讓會彈嘅識係乜嘅呢？好同盤出來嘅音，那無準，萬人地愛準備相似呢？同樣，你就用什麼講法？那無用人彈嘅識嘅話講，萬人地你就講乜嘅呢？你就就係對空氣講話咧。世間有千多無同樣嘅語言，總係無一樣，唔係愛表達意思嘅。那係我聽唔識這種語言，對講這種話嘅人來講，我係外國人；對我來講，佢也係外國人。既然你哋渴慕聖靈嘅恩賜，你哋就應當多追求這條操守教會嘅恩賜。所以講屬靈語言嘅，就愛求上帝賜其翻譯嘅能力。那係我用屬靈嘅語言祈禱，我係用我嘅靈祈禱，總係我嘅理智並無作用。按樣辦怎好呢？我愛用靈祈禱，也愛用理智祈禱。我愛用靈唱歌，也愛用理智唱歌。那唔係按樣，而單槍用靈感謝上帝嘅事，在聚會中聽唔識屬靈語言嘅人，佢既然唔知你講乜嘅，按樣辦老你同心講阿們呢？按樣，就算你對上帝感謝嘅祈禱係真好嘅，別人也唔會得到操守。我感謝上帝，我講屬靈嘅語言比你哋大家卡多，仲係在教會嘅聚會中，我較愛講人聽得識嘅話，用理智講5句教導人嘅話，贏過講1000萬句屬靈嘅語言。兄弟姊妹啊，你哋嘅思想唔好像世人呢，在壞事方面愛像世人呢，仲係思想愛像大人按神說。聖經有記載，就講我愛通過外國人嘅嘴唇，對啲人民講別樣嘅語言，總係佢哋還係唔聽從來。按樣看來，講屬靈嘅語言唔係為到信徒，係愛伴唔信嘅人做記號，仲係傳講上帝嘅真道，唔係為到唔信嘅人，係愛伴信徒做記號。假使全教會聚會嘅時，大家隆重講屬靈嘅語言，一般人也係唔信嘅人入來，咁唔係會講你哋不點咧，係麼？那係大家全部傳講上帝嘅真道，唔信嘅人也係一般人入來，佢會因為所聽到嘅話，來反省自家嘅罪，良心受責備，心內肯定嘅事一顯明出來。佢就會仆定敬拜上帝，承認講上帝真見在你哋中間。兄弟姊妹啊，我嘅意思係乜嘅呢？你哋聚會嘅時，有人獻詩，有人教訓，有人得到上帝嘅啟示，有人講屬靈嘅語言，
也有人翻譯，一切愛為到初秋教會來做爭取。那有人愛講屬靈嘅語言，最多2-3個人講就好咧，愛輪流來講，也愛有人翻譯。那係無人翻譯，講屬靈語言嘅，在會中就愛點點，自家老上帝講就好。傳講上帝真道嘅，也係2-3下講就好。其他嘅人就愛認真判斷佢哋所講嘅，猜錯嘅，那難愛有人得到上帝嘅啟示，先講嘅就愛點下來。你哋愛一下輪等來講上帝嘅真道，咁樣大家就互相得到學習，得到鼓勵。傳講上帝真道嘅人，應當約束自家嘅恩賜，因為上帝所愛嘅唔係混亂，係和平。咁樣就留眾聖徒嘅國教會供養。婦人家在聚會中愛點點，因為照猶太人嘅法律所規定，佢哋愛順從，做唔得講話。佢哋那想愛明白馬嘅事情，轉去掌門老公就好，因為佢哋在聚會中講話係千無禮貌嘅事。上帝嘅真道，咁係對你哋來嘅，咁係單單傳本你哋。那有人自認係傳講上帝真道嘅，也係因為佢有屬靈嘅恩賜，佢就應該承認，我寫本你哋嘅係主所命令嘅。那係佢唔承認，你哋就唔是答佢。總講，我嘅兄弟姊妹啊，你哋應該追求傳講上帝真道嘅恩賜，也唔好反對人講屬靈嘅語言，凡事愛照次序規規矩矩來做。